啦，去湖南啦。商務座啊！喺呢個小空間度自己沉醉。此時此刻此景應該再唱翻段緣分哪有對或錯，前事過去了就過。而家到咗郴州西站，仲要轉車先可以去到。哇！到咗寧遠923啦！呢個就係今晚嘅舞台啦！哇，呢度有好長嘅台啊！係咪今晚可以喺度食飯呢？化妝小姐姐話我今日好古風，就配翻個古風一啲嘅髮型喎。哇哦，今日嘅髮型會唔會好古風呢？一下子覺得自己是一個那種很有書香氣質的人。食圍餐啊！好，尊敬的做到順利，開飯，超多人啊！謝謝。我們都是海城，有你就是遠方。關注了這麼多年了，對不對？多少年？我從小就看您的抖音。我倆合拍了，我倆也合拍了，大家沒合拍。好，那我們轉過來好不好？是。那我們請個攝像師來到舞台上，好不好？安先生，寧遠的朋友們都好熱情啊！又是被熱情包圍的一天，回家啦！